谁的可爱肺？我看一下哦。好，大家安安，我先把麦克风收起来。你们谁偷偷赞助可爱费啊？谁呀？啊，大家安安哦！哦，好紧张哦！我们今天下午4点真的要首播了，要首播了，要首播了！啊靠！啊，那个谁钱掉了？谁准你变猪肝的？把可爱费拿去多吃一点。觉得这个可爱费不晓得为什么是雅晨，对不对？雅晨，我有抓到你吗？是雅晨的可爱费吗？好期待首播，我也是啊！哦，我又期待又紧张啊！啊，不行了啊！不行了，我先走了，大家拜拜。不行了，我先走了，大家拜拜。这才是太紧张了，我先走了，大家拜拜。好紧张哦！好啦，回来一点点哈，回来一点点啊！好紧张，是啊是啊，好聪明哦，果然是雅晨。我觉得有渐渐很像有抓到雅晨赞助的风格了。我还是有精明干练的啦，是不是？哦，谢谢你们。紧张归紧张，可是好期待哦！哦，好期待，好期待！一直觉得猪猪衣服很色，明明没露很多，但是就是感觉很色。到底是怎样色？到底是怎么色法？到底是怎么色法？紧张，对呀，超紧张的。你们跟着慌张，对不对？啊，好紧张。其实只要不坠机，即使坠机了，其实也有补救方法啦。只是就希望可以顺顺利利的哈。来，我们卡呀，我把，我没有置顶哎，等一下我置顶一下。对呀，超期待的，谢谢你们大家。我先置顶一下，置顶一下，然后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再跟大家一一打声招呼。你们现在可以先帮我听一下 BGM 跟我的声音的 balance 是否 OK 哦。谢谢你们哦，真的是尽人事听天命的吼。好，应该是顶上去了。有下午4点首播哦，顶上去了。对，应该是顶上去了。我的声音小了点哈，好，那代表我 BGM 必须要大声一点。等我一下，啊不，BGM 要小声一点啦，对不起。好。BGM 要小声一点才对，不是我 BGM 大声一样。我是在讲什么？谢谢，也谢谢雅晨的可爱费，谁准你变猪肝的？把可爱费拿去多吃一点。谢谢你们啦，谢谢你们。只是哇，做不管是 cover 曲还是原创曲，真的很烧钱。对，所以就是把大家赞助的那些，希望可以非常高 CP 值的。把它使用完毕这样子，然后这些高 CP 值的东西会幻化成不管是宣传面，还是说这一次你们在下午看到的首播，以及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就出逃的宣传，这些都涵盖在里面的。对，谢谢你们陪我一起期待，从3月开始到今天，哇，已经经过了好几百个日子了吧？我们从3月到现在3、4、5、6、7、8，哇，150多个日子哎！你们都还在？你们都还在吗？谢谢你们啦，谢谢啊！今天我就轻松的唱唱歌，中间一定也会穿插一些也可以之类的，也可以嘛，对不对？谢谢你们。对，最记得用爬的也爬过去，谢谢你们，也谢谢现在就是先过来陪伴这只紧张的猪猪度过这个下午的大家。还在吗？还在哦，你们都还在啊！谢谢你们都还在，谢谢都还在的你们，我一一打个招呼。谢谢大娃娃，然后雅晨，然后有没有江，缺德的3哥，慈小才，爱神，然后蓝色丫丫，浪薄荷，然后风尘学长，散客今天很散嘛？散客你昨天在作死嘛？散客你的520非常体现在昨天嘛？我相信你的520。就连今天应该也会用你那个非常非常非常
独具迫害风格的方法，体现你对本频道的爱，对吧，闪客？搞不好人家留个言就走了，这样没听到我的情了。好啦，我昨天那些梗图看到真的笑到快疯掉了，觉得啊超臭，好坏，好坏，超坏的，坏到比哥伊拉塞。长官呐，我觉得现在我们那个梗图迫害手1号长官，梗图迫害手变成2号，然后3号其实是摩西，但是摩西基本上都是被迫害的那个。伊木拉妈妈，你在广什么啦？广什么？然后浩浩老师伊拉塞，然后菜菜，对呀，好期待首播，也谢谢你们啊！有没有讲有都有看到？建勋、库洛洛，然后我看一下哦，严郎、高志老师，谢谢。昨天有把高志老师之前委托的那个小小的2.0版本的 Q 版图放上来给大家看，真的很可爱齁。在的都在齁，都还在齁。愿意一直陪着猪猪，因为猪猪是我的推，我的老婆，此生愿意将生命托付给猪猪。哇，实在是这样实在是压力有点大，但是希望大家还是好好照顾一下自己齁，比较重要。好啦，谢谢你们的专情。你感受到强烈的压迫感了，闪哥，听说你今天放假是吗？听说昨天满满的迫害是怎么回事啊，闪哥？那是你对我的520是不是？我相信今天在原创曲首播的时候，我也可以看你体现我的520，对我的520，在我的原创曲上面对吧，闪哥？谢谢你哦。这好难过的感觉吗？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老师们鬼斧神工啊。对，这个是台湾嘎吉迪亚狂想曲，就是那个非常非常 Nakasi 的这个曲调，然后转化成钢琴版本，就是这么的柔美，以及也不是凄凉啊，你要说感伤吗？我是觉得应该说还蛮唯美的，但是已经不算是太感伤的东西。对，大猫老师伊拉塞，我要追不到聊天室了，愿意封闪客为梗图王，你抛完砖就认真吃瓜，不准。不准！你们像1号、2号全部给我接下来。大猫老师伊拉塞的人生就赌在猪猪这次的首播了，为什么？这次的首播为什么还有办法让你赌上你的人生？为什么？你到底是赌了什么东西？你是跟人家插豆瞎回？大猫老师，谢谢你过来，也谢谢大猫老师有特别抽空过来哈。按错什么啦？对啊，超坏的。对，首播前要唱歌啊，Gino 老师，谢谢你过来。今天因为一路跟大家聊到4点，怕大家无聊，我还是唱歌转换心情吧，因为越聊会越紧张。我会说你在做梗图的，闪哥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之前要发个520的赞助过来了，而且还不止一发，2、3发的520，原来就是为了体现臭我是吗？从来不臭猪猪。我看到你那个人格分裂是吗？好，菜的话倒是晕眩，很期待下午吗？谢谢你们啊！期待原创曲，谢谢啊！谢谢你们，感谢。不过因为我真的还蛮紧张的，所以我先把那个置顶连结放在上面。如果下午带大家飞的时候坠机了，那你们就坚强一点，自己过去哈。因为最近 YT 很不受控制啊 ，YT 的降落系统很不受控制哈。就如果真的坠机了，就振作，各位振作。好啦，谢谢你们。我大概今天可能唱到3点40或3点45分，我就会稍微做个收尾，然后跟大家小小的聊一聊，然后再差不多就要带领大家过去了，这样子好不好？好 ，OK， 我们先来唱歌吧。为了听首播的原创曲，借了专业的播放设备跟专业的耳机吗？好，没关系啦。我们首播其实就不只可以听，就是首播归首播，大家热闹的首播归首播，但是你们可以无限回放啊。最好是在1-2个礼拜帮我把观看数冲到1哈，我也会加油的，好不好？然后雷恩伊拉塞。哇哭的敲桌子吗？好，谢谢薄荷总裁，谢谢你们啦。所以首播之后的歌会，当然啦，首播之后我要唱爆原创曲。我跟你们说这次的原创曲真是爆干难唱的。老师真的是鬼斧神工，其实都有在偷听我的歌回呢，他就有抓我的音域，大概是哪里有办法驾驭然后之后整首录完之后，
我就跟老师说，老师这首歌真的是爽歌，有够难唱的。他说是啊，你不是喜欢唱爽歌吗？我说是啊，老师谢谢你哦。有在跟上伊拉塞，欢迎你们大家啊！来，先来唱歌吧。会丢在我当管的 DC 曲吗？啊，真的假的？这样会不会很不好意思？这样如果是菜菜有权限的话 ，OK 啦。对，菜菜是有权限，而且就是如果你是里面的头的话 ，OK 的。对啊，但是就是如果有更上级的人物或者是 V 碰碰的话，可能还是要经过他们同意，好不好？啊 ，Kimo 伊拉塞，欢迎你们大家。对，预告超炫技神，炫技很油，很炫技，对，真的是很油很炫技的一首原创曲，完全符合舒蒂卡很油很爱唱炫技歌的这个属性哈。龙飞伊拉塞。好啦，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到底是多油多炫技，就算又油又炫技也可以哦，你们说是吧？来吧，好，也谢谢这阵子疯狂帮猪猪转推的大家。在今天我们唱到3点45左右，在降落之前也是会跟大家语重心长的，对，稍微聊一些，对，然后最后差不多了。就再转过去，对，就要降落过去我们原创曲。今天就真的是轻松唱哦。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你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那你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你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那你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子然、刘梅江，看到了，还有脱桃，还有哲伟，谢谢你们，还有漏看的，水晶宝贝。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你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那你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把照
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了。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我不会原谅，我怎么原谅？真是一拉塞，歌声非常响亮嘛，谢谢，感谢。但是我紧张的要死，下午4点原创曲首播，屁屁串，下一拉塞歌追各种台币，拉塞你好，谢谢你们过来。哦，唱歌超好听嘛，谢谢你们带上了滤镜，就如同我今天使用的滤镜一样，谢谢你们啦。今天一拉塞宇宙小，好吧，不要说小，我们宇宙大十环呗。不然你想怎样？我也不晓得想怎样啊，我没有想怎样。好，再唱一下，不是基本选了，你想怎样？第一首被猪猪唱哭了吗？真的吗？那我们来下一首吧，下一首你们哭了也可以哦。这个也是我最近一直在练习的魔王歌哦，怎么练都觉得，我跟你们讲，我昨天有把我反复唱的也可以的部分有听过一次，果然其实我觉得，志摩伊拉塞，志摩记得不要坐飞机，志摩，我们今天原创曲首播，我们降落过去，希望不会坠机。维晨，谢谢你们都过来了哈。然后我昨天听了一下，果然在接第2段之后，其实就比较稳了。然后果然比较有问题的，就很飘的地方，就是在第一段。第一段我就是我要收，我不能唱得太油，又不能唱得太力气太大，所以就是我收的好飘哦。就第一段反而要雕的地方蛮多的，不过就尽力了尽力而为。然后别稍微拉塞，好啦，也可以哈，陪着我继续练这首魔王歌吧。来，从头。怎么会只剩下自己，还不想认输，用尽力气，用笑撑住，说好这次不许哭。怎么会连难以呼吸，还不说痛苦，武装自己，从不失误，却比任何人无助。当时间不为谁而破离，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紧逼，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锁上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怎么会一再的想念，还不说在乎？浑身解数，想要逃出，却什么也留不住。
弃，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不顾情敌，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假意，走向情绪性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当时间赋予你同行的礼物，贴心的让你返回上一幕，还有那热烈的曾经伴随着你前行。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走向情绪性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我这口口水无地自容，我一直找不到可以吞下去的地方。我真的觉得严艺格很厉害，他在唱这一首的时候，而且我都会去听，就是歌手的现场演出版本，去看他们是在哪里换气。他都是边跟观众互动，边走，然后感觉边聊天，还可以边唱这首歌，我觉得好神哦！他真的基本功很鬼，对，严艺格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歌手。然后可能这首歌对他而言真的也是老熟了啦，对。然后但是除了熟之外，他反正各方面都驾驭得很好，我就觉得好厉害。Hello， 这位是阿仁吗？莫对莫。然后哈达里亚伊拉塞乌古基吗？谢谢你们今天过来，我们待会差不多3点50，然后55分或者是57分，我不知道会不会又话痨讲太多，但是会准时带大家降落过去哈。然后阿明啊，王源，然后这首是为了吉米，是的，郑勋有4首指定曲吧，我挑了一下，然后跟大家稍微投票一下，然后我其实也有询问，就是我们这次的制作团队老师们，就 Double 老师以及毛毛老师，然后大家果然一致都选这一首，但是这一首是他们是觉得怎么讲，可能还怎么讲，就是我可以选这首唱，可是可能有很多细节要调。对，我就听了，我就好，是，我会加油。因为我从以前习惯的唱腔，就是你们也知道很油很老派嘛。对，那个流行乐的东西，我现在就是努力把它能够抓一些放进去，就抓一些放进去这样子。对，然后谢谢你们过来，我追一下聊天室。自作的吗？你是说那个原创曲的部分吗？原创曲的部分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这次配合着我们这次非常强韧吗？坚强的团队，坚强有点奇怪，很厉害的制作群，对，然后谱出了这一次的原创曲，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我看一下哦，风很大也照唱是吗？风很大也照唱，对，在吸口水的环节。然后日文键盘用不习惯，是日本键盘是不是？你好，阿仁，之前也看迪卡小姐唱歌，谢谢你，阿仁，你是伫咧德位看我唱歌的，你是在哪里看到我唱歌的？谢谢你过来，现在已经很棒了，只剩下我，现在就是我昨天就是在就是默默的在雕我自己前面有一些飘的部分，然后我等一下可能还是会穿插1-2个那个环节，然后我们就再唱个1次或2次吧。好啦，彩彩快去睡觉觉，你4点要出现哦，4点要出现，不然就要被塞芋头。像有比喻冰冰姐的风格吗？
姐的风格哦。其实我觉得冰冰姐唱我原创曲应该也蛮适合的。好啦，我4点带大家交流过去就知道了，好不好？流口水也可以，吸口水也可以嘛。谢谢雅晨，认真买饭，等等回来。好 ，OK， 有没有讲？快去。在桃园，阿仁，你是在桃园看到猪猪唱歌？为什么？为什么？你不会又是被 Ken 家司机推荐过来的吧？我们这边有一位大佬是被计程车司机推荐过来的，你们不会也是吧？桃园坐计程车又被推广了，这样？串插镇魂曲吗？没有不行，对，没有不行，今天就随便唱歌。要拍桌子，阿仁是桃园人是不是？哦，好，那你可能在桃园，在你家第一台的时候。好 ，OK， 欢迎，谢谢你们。对，就是今天我稍微的唱歌，缓和一下我自己的心情。就是其实因为就本身唱歌给大家听，感觉就还好，就是反正大家就听我唱歌也习惯了，对，也腻了，对，好，对，腻了，好，不管，对。可是就是因为原创曲今天要首播，我真的是妈，超紧张啊！我需要一点 Angela。为什么今天的阳光好刺眼？好刺眼。桃园面线真多吗？还蛮多的。有听过？这已经是一种习惯了吗？好好奇阿仁是在哪里听到猪猪唱歌？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种痛苦的焦虑，很难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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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们 Angela 就是这首《手心的太阳》，就是前面一定要就是对威吓一下大家。手心的太阳，超级好听的一首歌。爱总忽然退潮，心慌乱出窍。沉没在深海里，看海面闪耀，但回忆像水草，静静地缠绕，梦在温热眼角就冰冷掉，努力越过风暴，向着未来飘，我们才会遇到感动的拥抱。你总是能知道我的坚强是多少，给我最刚好的依靠。你手心的太阳，至今放在我背上，回去就能笑着落泪被释放。在手心的太阳，黑暗里特别明亮，让沿路好像是一种分享，而不是漫长。当眼睛看不到嫉妒热燃烧，让耳朵听不到谎言的吵闹，再没有人相信爱能永恒那一秒，我们正坚定的微笑。你手心的太阳，有种安定的力量，就算世界再乱，我也不心慌。我手心的太阳，或许只像个月亮，却用所有爱为你投射我最暖的光芒。
在手心的太阳，黑暗里特别明亮，让沿路好像是一种分享。你手心的太阳有种安宁的力量，就算世界再乱我也不心慌。我手心的太阳或许只像个月亮，却用所有爱为你投射我最暖的光马克先生也来了，也谢谢怀特比格。YouTube 推播是不是？谢谢阿仁的 YouTube 推广了我的歌回给您，这样很难受。Kenny 伊拉塞，都把车放在树下听歌睡觉，是不是？我可以合理怀疑这类马是可以人家司机吗？是不是又是计程车大队的问奖？谢谢，不管你们是不是真的是计程车大队啦，对，在车子里面听猪猪唱歌。超级感谢，只知道伊拉塞乌骨鸡看起来很好吃。威尔伊拉塞，欢迎你们大家。现在也像太阳一样闪耀着吗？太阳哦，めちゃくちゃ暑くない？昨日的太阳很热，尤其是在大高雄工业国。下班不想回家 ，OK， 没问题，那就听歌吧。然后我可能要再一次，也可以哦。趁着现在。感觉喉咙比较松的时候，因为我有时候就是会跟你们聊天聊过头，然后声音就整个变得不适合唱歌了，太爱聊天。猪猪像太阳一样啊，晒衣服很快就干了。你们知道在大高雄工业国晒衣服真的是非常方便吗？不过连日的大雨，其实今天我难得看到高雄总算出太阳了。我才想到这首歌。阿登伊拉塞，今天太阳没有你耀眼哦。好，这位阿登感觉也越发晕眩了。还是说我们这边有哪一位大佬到了阿登的账号？自首，自首！你们谁到了阿登的账号？谢谢你们。来，我不聊天，我乖乖，我先唱歌。怎么会？嘘啊不一啊一哦一的，我觉得这首歌前面好需要很多就是气音，可是好死不死我都觉得我的气音都控制不好，我用全身的力气，我要用面目狰狞的面腔去把它控制好，前面好难唱哦。来，我们再一次也可以吧？我们再一次的也可以，也是可以的吧？新修尔伊拉塞从地狱上来，所以啊，以夸奖反而怪怪的吗？不会啊，他们很爱夸我，对，但是通常是坏掉了之后。公司在普渡，好，对不起，我打个嗝哦。好。唱歌都会好多气。好，怎么会，来吧。也可以。怎么会？等一下。玉芳吗？我看到这个名字好可爱哦，谢谢玉芳。我觉得这个玉芳不晓得为什么我以为是某一位长辈。谢谢玉芳，可能你的名字非常感觉应该是很有长辈缘。对，谢谢玉芳，我再喝一口水。
嗯，对，非常非常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我的频道就非常的本土嘛，对，可能对岸怎么讲接地气，对不对？然后我就对于这些什么淑芬啊、玉芳啊，或者是什么玉梅啊的这些名字很有共鳴。不好意思，怎么会？怎么会？真的吗？原来我们阿伦兄是用女朋友手机赞助，是不是？如果说我们玉芳在旁边的话，帮我谢谢玉芳，好不好？谢谢玉芳，感谢感谢。哇，我好喜欢这种亲切感的名字哦。怎么会只剩下自己，还不想认输，用尽力气，用笑撑住，说好这次不许哭。怎么会连难以呼吸，还不说痛苦，武装自己，从不失误，却比任何人无助。当时间不为谁而破离，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紧逼，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锁上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怎么会一再想念，还不说在乎，浑身解数，想要逃出，却什么也留不住。当时间不为谁而破离，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紧逼，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锁上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当时间不与你同行的领悟，悲情的让你返回上眼眸，还有那热烈的曾经伴随着你前行。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锁上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
方。阿仁，我记账少了75块，你有印象吗？好了，而且阿仁不晓得为什么讯息一直撤回哈。阿仁，你在编辑的时候就是确定要送出再送出，要不然有一些观众会他们会很担心说会不会是有人就是故意调皮捣蛋这样，好不好？对，我相信你应该是无心的，好不好？好，谢谢你们，也可以，我们用一次也可以了，好不好？来，也可以之后在我的歌单里面，我们来随便选一首歌来唱唱。也谢谢他妈妈帮猪猪编辑的这些歌单哈。哦吼，哦吼吼，哦吼，来吧，这首歌我记得应该伴奏 YT 伴奏应该就有了。来，3月。而且我今天水喝超多的，我可能待会马上又要去摘花了。3月过去了好几周，时间开始有点热，猜不透的那种难过，突然觉得没什么，我的梦好多，我很好，你呢？2分钟之后就要天亮了，几分钟之后我也该忘了，想恋爱没什么用，当3月过去了，世界会走，我不走。2个人说分手以后，时间变得慢慢的，很久后的一个午后，终于可以很快乐，我猜我好了，我可以笑了。2年后的你听说落魄了，几年后的我是否幸福了？可能爱停在风中，但3月过去了，别人都懂，我不懂。我们用心交换爱情的寂寞，我们一起为爱情辛苦着。2个人的那时候，虽3月过去了，总有一个会记得。是 Kiki 耶！Kiki 来噻！欢迎，我们一起来欢迎 Kiki， 可爱的 Kiki 来了，欢迎你们！有吃饭了吗？Kiki 要，Kiki 要吃饭哦，
要记得吃饭饭，我们给 Kiki 一个大大亮亮的板手手。追生者伊拉塞，对，今天是8月20号哦，我们原创曲首播日，好不好？然后钱豆光了要什么25号？我也要排队被踩，然后我没有要踩你们呢、吃饭 ，OK， 老师来了。老师，我今晚就给你丢老师。我们欢迎我们这次原创曲的制作人，我们的2倍 double 老师，是被我誉为爱讲干话的暖男2倍老师。我们今天2倍老师今天早上还在密我，想要用一些可能有一些很可爱的宣传，然后就我出逃真的是老师真的是活脱脱的艺术家，对，真的是很多东西都超级可爱，对，然后又超级厉害的。老师，我们要降落，我们等一下4点要降落，对，希望可以顺利在享受晨练的美好，肌肉撕裂、燃烧的感觉那个就是破坏、再重生啊！肌肉是这样来的，你们知道吗？你们长出来的肉，你们透过重训去破坏它，然后它会变得更加的扎实，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你只要看，不用唱，有什么好紧张？老师，可是，毕竟从3月开始就是努力到现在嘛。谢谢迪卡，好好听吗？期待原创曲，谢谢 Kiki 特别过来。我应该有给 Kiki 一个扳手熟了吧？对啊，应该已经有扳手熟啦。为什么 Kiki 还不是蓝色的 ？Kiki 应该要是蓝色的啊。等一下，为什么 Kiki 不是蓝色的？等一下，你应该要是蓝色的啊。等一下哦。我是色盲吗？还是 Kiki 已经是蓝色，只是我没看到。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新增他为管理员呢？难得，收到了老师的肯定呢，就直接放飞。传票先生又来了。我有丢错人吗？我又给错人了吗？可是那个被揍的队伍在这边排队吗？你们排了也没用，没得揍。普罗伊拉塞，等一下问秀一下3句连我还不会又给错。等一下，没有吧？我为什么我要给 Kiki 扳手，但是我没有办法给他，是因为我已经给他了的关系吗？那好，那我看一下，我随便找一个做实验嘛。好，对，我现在不晓得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给大家扳手是怎么了。我不知道。林野伊拉塞575，说575，所以现在也不能再给他。真的什么？那个3句连很厉害，3句连其实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弄。谢谢你们大家，我们今天没有意外的话，唱到大概3点45分、50分，我就会带大家一起降落到我们原创曲首播的待机室。然后待机室基本上对，为以防坠机或者是最近 YT 在降落的这个系统上面非常的不稳定所以如果真的没有被带过去或者坠机的大家，请动动你们的手指，点点置顶连结就可以过去了，好不好？YT 又崩坏了，这绝对不会是我的锅，绝对不是我的锅好，来，谢谢你们大家紧接着我们来恭喜新曲诞生，丁爷，我今晚就给你定位，谢谢丁爷。我们4点要过去原创曲待机室了，请大家现在就轻松的陪我唱唱歌吧。因为太紧张了，我现在就是在做一些奇怪的事情，转移注意力。我和你呀，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成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的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
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分，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分，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人只在这一刻得到释放，相爱的纯粹落得如此下场，你们已吗？我们都别说谎。阿豪伊拉塞，然后沈月伊拉塞，阿恰送货送到快往生了吗？辛苦了。杰克先生伊拉塞，欢迎大家。我们今天下午4点就要降落到我们原唱曲的待机室喽，啪叽啪叽啪叽。在那之前，对，虽然说不用唱原创曲，但是还是很紧张。我马上就给定位那刚在，所以唱一些轻松的歌，暖暖心情哈。Prabo， 好，谢谢阿登的 Prabo， 感谢丁爷的奖牌，谢谢汤娃的爱心，感谢啦！我知道你们都在舒缓我的紧张的心情。谁啦，这么贴心？谁？害怕伸出手，装作什么都不想要，这样也好，每天说服着自己，在原地停留，等着你，也等着我自己。你若能懂，现在别再犹豫，走进我的心。谁能够找到我，在人海中流浪，等待爱将我的轮廓填满。谁想要找到我，多么希望拥有一个你，让我值得存在。
好，上班加油哦！伊德拉萨，还有波西米亚老师，谢谢你们的打 call。害怕伸出手，装作什么都不想要，这样也好，每天说服着自己，还在原地停留，等着你，也等着我自己，你都能懂，现在别再犹豫，走进我的心。谁能够找到我，在人海中流浪，等待爱将我的轮廓填满。谁想要找到我，多么希望拥有一个你，让我值得存在。你能否有种容纳每一种的我，我会愿意赔上一切的爱。谁能够找到我，在人海中流浪，等待爱将我的轮廓填满。谁想要找到我，多么希望拥有一个你，让我值得存在。我们欢迎是嘟嘟是我们嘟嘟来了，嘟嘟谢谢你，嘟嘟，我今天不晓得为什么扳手送不出去，我就连想要找观众做实验，然后扳手还是没有办法给他们。刚刚的 Kiki 以及现在的杜杜都没有办法获得扳手我之后再用后台的方式好了。对对对，谢谢你们过来，我们欢迎杜杜，午安午安，你吃饱了没有？要被吃了吗？要被吃？我又没有吃，我什么都没有吃，没有吃。博士伊拉塞准备上班，好，真心拜拜。OK， 上班的也加油好不好？加油！买完饭回来了吗？现在还可以300吗？300的部分，我现在马上做个实验哦。我们现在连300都没办法，我这样，我觉得就像300，你们也没办法等一下，我把聊天室再重新抓出来看看哦。我现在没有办法300，也没有办法给扳手。我的权限呢？我的权限呢？说好的朱蒂卡的权限呢？我的权限呢？我看一下什么？我又饿了啦？什么啦？我看一下哦。现在好，现在我来抓一个下去300看看。好，然后等一下哦，他不好是在吃瓜，不能300升级，不要，不可以，你们不可以坏，你们不可以坏。小天伊拉塞，然后雾，谢谢雾的过来。等一下，你们不要乖，你们都乖。等一下，我要找一个人300看看。等一下，我说好的权限怎么不见我知道为什么了，不好意思，因为我知道为什么了，我现在有办法300你们了，我也有办法给扳手了，都有了，你们给我乖一点。阿叔老师，伊拉塞又大伊拉塞，我现在有办法给扳手了，我现在先给杜杜扳手，还有 Kiki， 你们完蛋了，你们完蛋了。等一下，我已经回来了，为什么还是没有？就怎么的？因为我刚刚要找我的伴奏，所以我必须要切换成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一个放伴奏的身份。我现在可以了吧？
可以了，可以了，你给我下去，给我下去，通通都给我下去，我的扳手回来了。然后嘟嘟还有 Kiki， 谢谢你们，我找一下，我往上滑一下，嘟嘟，然后这不是我的名字伊拉萨，然后嘟嘟嘟嘟嘟嘟，我现在回来，我可以给扳手了，太好了。然后 Kiki 可能要上去找一下 Kiki， 然后 Kiki Kiki 被刷到宇宙去了Kiki 我之后再从后台好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你们再给我烧章啊！你们再给我烧章啊！你们再给我烧章啊！我要不要假偷啊？哦，对，我刚刚开到我的那个伴奏账号，不准笑，不准笑！我刚刚真的被盗账号，刚那个不是我，好吗？不准给我笑！你们给我乖乖听歌，听歌知道吗？我要你们乖乖听歌。好好好，我们现在有2位相辅相成的哥们下去了哈，让他们下去反省一下。不，他们应该不需要反省，对他们非常享受，好不好？我无咧食偷啊，我嘛无碰好吧，自己的锅还上面。好好好，我不诬赖，我不诬陷 YT 是我的锅，可以吗？想要开会是他如此有趣的状况。风尘学长，你也想下去一下吗？风尘学长，坏死了，每个都超坏，就忘记了嘛。对呀，我不要理你们，我唱歌就好了。我只要唱歌的，我就是无敌的，对不对？大手，我让你们笑啊！我让你们笑嘛哈！我不要拼图，不需要，谢谢学长我的精明干练呢？精明干练一直都在这一个频道，等着面线察觉之后过来，我也一直待在这个模糊地带，等着你疲倦了回来。天黑之后才拥有光彩，才能看见微弱的存在。我就好像星星在距你千里之外，白云总是对蓝天依赖，我的爱也因你而存在。哪怕你不懂我的感慨和等待，我的爱像尘埃，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沉默像尘埃，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时间走得太快，要爱得痛快，宁愿受伤，也不想要空白。谁都想被疼爱，找一个未来，不要在孤独里徘徊。天黑之后才拥有光彩，才能看见微弱的存在。我就好像星星在距你千里之外，白云总是对蓝天依赖，我的爱也因你而存在。哪怕你不懂我的感慨和等待，我的爱像尘埃，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难
都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沉默像尘埃，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我的爱像尘埃，散落在边疆地带，不再对谁期待，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而沉默像尘埃，不断被时间掩埋。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谁还记得大雨之中的告白？谁都想被疼爱，找一个未来，不要在孤独里徘徊。我怎么看到教授歌单？好，这是来自佳佳的尘埃。改词啊，致命干练啊，对不对？所以大家是被猪猪的风吸引过来的。你知道的太多了，风尘学长。我以为我背300，原来不是。没有啊，我刚刚没有，我刚刚没有让雅晨300啊，雅晨乖乖的，干嘛300，对不对？乖乖的啊。回忆一下，猪猪精华是不是被风吸引过来？昨天我还在跟我好姐妹说，哇，原创曲要出了，然后就很感谢这一路上，就是因为我自己经营这个频道，其实就还蛮边缘的啦，因为中午开台，然后私人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可能陪伴家人或者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基本上也很少有时间，可能真的就比较消失了，就常常消失。就我现在虽然说在这里，可是我一旦离开了直播间，我就真的整个人就是离开了电脑，去忙很多很多事情之类的。对，所以我是说，就很感谢，就是还有这个机会可以遇到这么好的老师跟伙伴以及观众们这样。然后他们就说，然后我朋友就说，哦，对啊，反正你够烹啊，怕什么？我说怎么可能？我有精明干练的时候啊！我说我觉得我精明干练只是在装烹啊。然后他说你要不要看看你的shorts最高观看数的是哪一支？然后我就干，不准你们去翻我shorts，不准你们去翻那个最高观看数的是什么？对，然后好，你开心就好。好啦，那是很爱凑我的一个姐妹。马奔先生いらっしゃい啊！お帰りなさいませ。彩彩跟他玩得还开心吗？什么都没做就下去，肯定是猪太爱你了。哎，好，我们唱歌启动机又出现了。阿奔先生为什么要嘿嘿？越碰越晕，好羡慕他。好啦，雅晨你下去啦，我现在已经可以背你们了。好啦，想下去就下去。乖乖的干嘛要下去？真的是很抖 M 就乖乖的干嘛要下去？雅晨，你像是玩 play 耶，你像是自攻自受哎，要不要挑一位陪你下去？最高观看数，对，不准你们去翻，可恶！丁爷想必是历史蓬勃的见证人。丁爷你自己说，我在大学时代是不是精明干练？你看着我的眼睛，我在大学时代精明干练，对吧？你现在看着我的眼睛，说。我在大学时代精明干练，对吧？我现在看着你哦，你为什么给我打？你为什么给我打黑人问号？
精明干练啊！你是忘了怎么打精明干练是不是，丁爷？你的精明干练呢？给我打出来！我的大学时代精明干练啊！丁爷，你怎么也变成他们的友军了？怎么会这样子？你是被谁迫害了？丁爷，什么没有？彩彩，你就给我下去一次！丁爷，我被威胁就眨眨眼，没有，我没有威胁，我纯真善良、可爱、天真，我从大学时代就是如此了，这么的良善才会被你们欺负，对不对？受到威胁记得求救，明夜已拉散。那个雅晨现在非常非常的寂寞，所以那个彩彩你再下去一次，好不好？对，谁叫你是我们的慈小彩，下去陪一下雅晨，就这样下去了。夜夜已拉散，欢迎大家。一个只会吼吼吼。丁爷，你也想被我下去吗？只会哦吼吼吼，很会。没有，丁爷没有，丁爷现在已经变成你们的友军了。你们像是肉肉之交，你们知道吗？啊，你们那个肉肉，对，你们因为获得了肉肉的，我不是在开车，你们因为获得了肉肉的愉悦，所以你们跟丁爷已经是肉肉之交了，这样不公平好吗？不要再精明干练的吃兔兔。小平，你给我闭嘴！鲁萨根桑，谢谢6个月的猪仔专员，恭喜猪猪原创曲，期待等等的首播，然后今天刚好是你生日吗？这个月10月没办法加总裁，没有关系，祝福下一条道路会更好，好不好？对，就是是你的就是你的啦，不管是老婆、女朋友、小三还是工作，好不好？有啥跟骚，大家比我没得都够在吗？好，祝福开开心心的哦。黑历史，丁爷，你是想下去吗？我不要理你们，我要继续唱歌了，越描越黑。来，我们在一首之后，猪猪要去摘花了。在一首之后要去摘花了。我们来唱里脊肉。究竟今天的必损会不会又必损了呢？讲一句歹势，讲话无算话，伫这个轮回，真心剩啥货？你看日出的鸟仔咧啼，是自然的温馨作废，像人心啊痛，人讲伤多。免伤多歹势，予人心顶地。随我在经过，谁拢袂放过。有一种缘分，予人作伙，也着有缘分今生今世。可惜咱两人几千万年也袂当相会。天地之看，予人美相多，四季轮替，替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浪，亲像孤只变是咧飞，满世界找你的人咧跟，敢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推甲必顺，我也无后悔。免伤多解释，予人心顶地。随我在经过，谁拢袂放过。有一种缘分，予人作伙，也着有缘分今生今世。可惜咱两人几千万年也袂当相会。天地之看，予人美相多，四季轮替，替无咱两个。我不甘愿，予
必顺啊！天顶一看乌人面相吹，数几轮体体无咱两个，我不甘愿孤单流浪，亲像孤鸟展翅要飞，满世界找你的人要对，讲注定我甲你无缘，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将我灵魂对甲必顺，我也无后悔。一来就查到阿英是伊拉塞。好好好，谢谢你各位老婆，我实现了我的愿望，一定是因为他太爱我爱你的是彩彩，你还不快去谢谢他？彩彩已经越发松软了，好不好？彩彩松掉了。阿姨叔，谢谢你哈，灰伊拉塞，欢迎来到猪猪的频道。谢谢汤姆先生。除了唱歌、绘画还有杂谈，今天是原创曲的首播，猪猪有点紧张，希望大家都能来准时收看4点的首播，希望大家都能喜欢。谢谢谢谢，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好喜欢猪猪唱这首嘛，阿里嘎多，只是小才听起来很像，这才已经松掉了。好，拿芋头没有错，拿芋头塞爆它就对了，很棒。阿顿已经入境水属了哈。来，有听过碧笋的原作者黄想的一念之间？我看一下哦，碧笋哦，所以碧笋不是曾伟忠的吗？我记得是曾伟忠的耶，我记错了吗？我看一下哦，碧笋的原作者，还是说原作者是这位？只是我不知道，看一下。真的哎，原作者不是曾伟忠哎？原来如此，作曲啦哈。トミキュちゃん、こんにちは。今日オリジナル曲出しますよ、出します。今日の台湾の時間午後の4時ぐらいに始まりますから、今すごく緊張しております。日本の時間なら多分5時ぐらいのなら。总之呢，今天4点是原创曲的首播，对，希望大家都可以来。オリジナル曲出します。你们不要再讲我奇怪了，好不好？之前 Tommy 问说还是多玛讲，是多玛先生问还是 Tommy 先生问？他说，ティカちゃん、オリジナル曲出しますか？还是出すの？对啊，我忘记是哪一种问句了。我就说，はい、オリジナル曲出します。出しますよ。然后他们就觉得说我很奇怪，我说我没有在讲怪怪的东西，我没有在讲怪怪的东西啊。まあとりあえず今日の台湾時間4時ぐらい4時に始まりますね。もし空いたら絶対見に来てくださいね，みんな。是在的，然后丽丝也来了，谢谢你们，恭喜原创曲要首播了。我今晚就给你读委团长怎么办？我现在好紧张。谢谢你们的群聚，谢谢丽丝，谢谢团长，也谢谢最近就是帮我疯狂转发以及发推的咪朋朋们，真的是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谢谢你们，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よ。我真正就感动诶，我真正就感动嘛，就紧张诶，你敢知不？3点50分再紧张就好。我可以先紧张起来放，等下可能就不会紧张了嘛，对不对？トミキュちゃん、うちのメンバーにな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毎度ありがとう，毎度。トミキュちゃん，谢谢你。手心画人吞下去，一定会画3个人，对不对？我没有，不是团长，他们都诬陷我。不是，我可是团长封为团扇 CVTuber， 我被团长誉为团扇 CVTuber， 我怎么可能会吃人，对不对？你来慢了吗？安迪先生，没事，好不好？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创曲首播，好吧？没事的。无限先生伊拉塞，好，谢谢你们まあとりあえずトイレ行ってきます。我先来就一个便所的啦。我要先去上厕所，我要先躲起来，我要先躲起来。
待会见。食物链烦了。团长，你好好的安抚他们一下，我就没有吃任何的，没有吃任何的生物，我顶多自供自受，吃我自己的肉，可以吗？我们团长是不是绝对是我的友军？好，团长，我希望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改观了，一定好不好？只要团长一出手，绝对改观，好不好？来，我想把我们台湾嘎吉迪亚狂想曲钢琴版放给大家，沉浸在这个美好的氛围里。我要去摘花了，不要太想我，马上回来。什么躲起来吃啊？什么躲起来吃啊？啊，都是伊拉塞。回来了，长出迪卡了，迪卡长出来了，我从上面长出来了，我回来了，就跟我的知名干练一样，好不好？优大长，谢谢你的水费。摘花不是花摘啊，是因为日本键盘的关系，所以是反的吗？团长在刷奖杯，什么啦？没有兔兔，没有兔兔，我回来了，我没有吃，我现在肚子很饿，我没有吃。我如果吃的话，肚子就不饿啊。好，谢谢你们，来，我们继续来，随性的唱一些歌。晨晨被调教的很开心吗？好骚好浪。就最喜欢你们这么骚这么浪。午安，大姐伊拉塞，大姐现在应该是睡觉时间了。夜班的朋友你们辛苦了吼，夜班的真的是要好好的补充睡眠。其实我觉得夜班基本上怎么睡都睡不回来，你们会这样觉得吗？就是怎么睡都睡不回来。来，我们来唱看看。有一首歌很难唱啊。今天来试看看吧。有一首歌超难唱的，我的妹啊，我最爱的妹的这首歌啊。坏的好人，掏出鞭子吗？好，鞭策他吧。我没有要吃小甜，还有2轮肩膀跟2组背肌吗？干嘛这个大赛？破坏它，让它重新生成，肌肉就出现了。网易上在调教彩调教的很开心，对，倍感欣慰。那来看猪猪吗？大姐今天放假
谢谢你们。那待会陪大家唱到快要4点，我们就会一起降落到我们待机室了吼。好，126吗？谢谢大家，那继续唱下去。然后感谢你们，好紧张，不是唱歌紧张，是等一下原创曲很紧张。坏的好人，非常难唱的一首歌。红灯黄昏狂奔不顾舆论，绝不能让心爱的他受冷。不问缘分名称，怕会扯分，被一层皮肤割开的灵魂，我的青春不否认，有些寂寞当夜，不缺他一个吻，才刚停顿才转身，已从他怀里这里流浪，直到清晨。相爱的生存，把分手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能幸存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不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清晨铃声冷声能再小声，心落疼，连问候都太残忍。轻声长哼长征，谁笑我笨？那你们此生没经历沸腾，两人陌生不过在残破里想凑个完整，想要满痕比秒针，能快转但我明白等待是个过程。相爱的心存，把分手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能幸存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不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已不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相爱的心存，把分手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能幸存就足以当真。
生命一生不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粉，不曾受困。一步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谢谢坏的好人。哎，是汉格老师伊拉山，谢谢汉格老师的美图，请教的是我告诉也是，谢谢，感谢。哦，就是在这段时间，就是帮猪猪分享原创曲这个消息，对，然后还有就是，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就是可能帮我画了一些创作，然后我昨天才察觉到的这些朋友们，对。然后还有昨天即时创作的老师们，都谢谢你们。利布利拉塞500拉塞，阿里嘎多，谢谢你们。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海猫が桟橋で泣いたから波の間に間に浮かんで消える過去も随伴で飛んでゆけ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誕生日に杏の花が咲いたからその木もねびてうたた寝したら虫の視界と土になれるかな茜漁港の灯台錆びたアーチ橋捨て立ち電車木造の駅のストーブの前でどこにも旅立てない心今日はまるで昨日みたいだ明日を変えるなら今日変えなきゃ分かってるけれど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心が空っぽになったから乱されないと泣いているのはきっと満たされたいと願うから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靴ひもがほどけたから結び直すのは苦手なんだよ人とのつながりもまたしかり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少年が僕を見つめていたからベッドの上で土下座してるよあの日の僕にごめんなさいとパソコンの薄明かり上階の部屋の生活音インターホンのチャイムの音耳を塞ぐ鳥がこの少年見えない敵と
戦ってる牧場一間の時よってゴールはどうせ醜いものさ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冷たい人と言われたから愛されないと泣いているのは人のぬくもりをしてしまったから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まだあなたに出会ってなかったからあなたのような人が生まれた世界を少し好きになったよ僕が死のうと思ったのはまだあなたに出会ってなかったからあなたのような人が生まれた世界を少し好きになったよあなたのような人が生きてる世界に少し期待するよ看错行了啦！我刚刚想说，不对，这个歌词不对，快点把它掰回来。因为我刚刚在看聊天室，然后水灵宝贝有建议说，这个背景很适合横向，对，它很适合横向。我今天其实原本就是要开纵向，然后这边玩来玩去，他说，这个好好玩哦，但是我会被切掉啊，所以之后一定会有再把它放出来的机会。对，然后看完之后马上回来，然后看错行，看错行之后快点掰回来。完全，当时小时候板德的时候，是，而且它那个就是很颗粒啊，板德上面的那个就会很颗粒，有没有？哇 ，fish 拉塞，对，你们今天没有发觉是纵向的，是不是？能不能开个纵向或大型？是，板德也很适合啊。其实这个背景其实还蛮多 B 朋友使用的，对。然后我今天想说，我也来玩看看，对，想说就用纵向的先玩看看这样。唱错你们也不知道我刚回来的时候反正就是唱错，快点掰回来这样。对，是好气场稳住那个颗粒是因为它们发光的二极体嘛？这个专有名词猪猪就不太了解专有名词的东西。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悠闲的唱歌的下午。对，我们紧接着待会唱到3点，大概45分50分，就稍微结束这次的歌会，然后带领大家过去我们这次的原创曲的待机室，首播待机室哦。虽然说过去我不用唱歌，可是还是会紧张呢，还是会紧张，很适合没违和。猪猪只有不啊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发现，我就是都会自爆啊，就啊之类的这样啊，然后你们就发现了，早知道就不要啊了，不是吗？谢少哥伊拉塞。想起第一张迪卡的图，就是用类似这个背景，想想都2年了吗？真的吗？真的吗？第一张的迪卡的图就是用类似这样的背景吗？啊，对，你那个时候刘妈画给我的逐渐闪耀的星星，刘妈那个时候画了一张横向的，然后猪猪在上面唱歌，然后标题是逐渐闪耀的星星。我那时候没有这么砰我今年是怎么了？我今年怎么了？我那时候没有砰那时候你们都没有笑我砰我今年度是怎么了？猪猪都怎么叫我砰2年？他就算忍住了，阿也忍不住他的动摇。好啦，我基本上根本什么秘密都藏不住啊。对，刘妈的浪漫，金红伊拉塞，
只要是够镇定，就不会被看出破绽。可是蜘蛛不能镇定，我很镇定，我很致命干练。LED 强的光，但间距不同，颗粒大，比较像板的。是，有，大布老师出现了。对，颗粒大的就很像板的，有没有？接下来我们的歌回一定会常常把这个开出来。谁叫本频道就是这么的本土呢？是不是？对不对？对，什么叫崩会进化的？2年最大的变化崩掉了。晨曦是精明干练，把你的草字头剪掉。昨天似乎被盗账号，我真需要被可以，我们的夸夸永远不嫌少。谢谢笑笑哥，请继续被盗账号，好不好？就像压 S 一样，好不好？有没有可能那时候比较不熟，所以才不会吐槽？不会啊，我觉得那时候跟大家蛮熟的我觉得那时候跟大家蛮熟的就是效果满点是吗？对，是那个效果。不是可笑的笑，什么露出本性，缺德的三哥，有的什么圆碰，有什么练即兴游诗吗？我觉得可以耶。之后我们如果板德的这个东西，这个非常非常本土的东西，我还是希望可以更加的推广出去，一定要的，好不好？现在就不熟了吗？你们到底想我怎样？像熟透了，熟到你们在 DC 之前，大家还会说猪猪早安，我的婆早安，你真美什么之类的。像在 DC 怎样，直接就是砰早安，金猛干练早安，你知道多坏，坏到不行，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这么坏？坏死了，每个都超坏，是不是？这个叫不熟吗？熟透了好吗？熟透，熟到我想求你们不要这么坏啊，超坏的，坏死了。来下一首歌马上学起来，以之用火的千里以拉塞，你都是熬吗？什么砰推广出去，什么那是爱称，什么爱称？我不需要，你们就叫我猪猪，叫我精明干练就好了，好不好？不需要砰。猪猪在我心中最精明干练，气质、知性、优雅、美声、诱惑的存在。好，小天太棒了，好，持续你的清流，好不好？这也是一种成长。谁这么坏？谁这么坏？风尘学长哈，谁这么坏哈？手到靠嘟嘟嘟。对，这个也是我还蛮意外的，嘟嘟嘟。你没有这么坏吗？薄荷、啪啪熊，这个也很坏，每个都超坏，都超坏，全部都超坏。I thank you。哀れみをください。落ちた小鳥にそっと触れるような悲しみをください。涙ぐんで見下ろしてかわいそうだと口に出して靴の先で転がしても構わないわ。汚れててもいいかなと泥だらけの手を取ってね輪になって踊りましょう。目障りなうぞうむぞう忘れて食べてしまいましょう。スパイスは替えがないぐらいがいいわ。ライライライラ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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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ライライララララララ怯えた小鳥はさよならなんて言えなくて愛を腰草で黙り込んでつつましいつもりでいた。Lie lie is a lie not a lie もつらい散々傷ついて優しい世界に誰だって行きたいわ。一つに溶けてしまい
我最后那个 I stayed 之后肚子在叫，你没有听到吗？就小小的这样乖了一下，好好笑哦，肚子在叫对啊，最乖了，每天都说猪猪老婆我爱你谢谢你哦，谢谢你们感谢感谢你们的专情好，我喝个水。只开50%没有听到吗？好啦，就是那个就当做没有嘛，不准标时间轴，知道吗？他哇，不准标时间轴。好啦，也谢谢这几个月他娃都会非常非常积极的帮我标时间轴，这部分真的是帮了很大的忙。对，因为就大家要补档的当下有时间轴，真的是助かる。いろいろありがとう他娃娃，感谢你的时间轴，辛苦了。对，不过就是该醒醒，去找你的老公。晕眩亲卫队队长1号是他娃，1号应该是24号，2号是他娃，知道吗？这两个基本上相辅相成，他们有共同的嗜好，共同的推，喜爱共同的 B。你说他们不应该在一起吗？他们应该在一起的，知道吗？要标他娃他斯卡的广义阿医生，你想被300吗？歌单都弄了，你绝对不弄时间轴谢谢你。就是这个时间轴其实对不当的人或者是对这个频道不太熟悉的人其实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回去装上耳机，你们别想听到，你们什么都听不到，别想听到，你们什么都听不到来，我们公主，我们的公主的歌，不想听见的歌带领。执着适合不适合去做选择，好多情感的原则，无关爱着承认是将更相知者会为我们挑选出缘分，就这一生。一开始总是天真，相信永恒，爱到信任都变如人，去怪谁呢？先开口的成了圣人，有多少不爱的人还在不坦诚，不再为你哭了，不再叫不快乐，勇敢听着一首不想听见的歌，就已失眠，为了何必都要认真，谁没有思念你来着，纠缠着，不再为你哭了，不再叫不快乐，勇敢听着一首不想听见的歌，回想你给的深刻，这旋律是你的合成，陪我一程，去把灵魂慢慢校正。一开始总是天真，相信永恒，爱到信任都变路人，去怪谁呢？先开口的成了圣人，有多少不爱的人还在不坦诚，不再为你哭了，不再叫不快乐，
这一首不想听见的歌，就已失眠。为了何必都要认真？谁没有思念领来着，纠缠着，不再为你哭了，不再脚步快乐，勇敢听着一首不想听见的歌，回想你给的深刻，这旋律是你的呼叫，给我一程，去把灵魂慢慢校正。不想听见的歌，戴爱玲。我记得这首歌很像是，好像是去年的专辑，让广义300，阿义师正也想300是吗？阿义师在300，彩彩就要下去第3次，彩彩你好忙，你要不要这么忙？就不用哎。Us to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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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这才是小黑屋地陪。しきり強い雨描いた夢の果て震える体濡らし歩き続けた擦り切れた小さな手隙間を埋めるまで色の消えた記憶拾い集めた愛しさ優しさすべて投げ出してもいいなくしたもの見つけたなら傷つくのが定めだとしても心はまた色を放つ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Dust to dust Ash to ash カナダへ願いの破片よ届け遠ざかる遠い雨消えてく夜の風孤独だけがそばに佇んでいた選んだ正しさすべて間違いでもいい信じたもの守れたなら傷だらけのガラスの心が忘れかけた熱を灯す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Dust to dust Us to us カナダ
飛す最後のスタート舞い上がれ Dust to dust Ash to ash 体へ願いの破片よとは谢谢大家，这首是 A 美的《Us to Us》，哎，不是啦，Last Stadius。好，我喝个水休息一下。哎，现在时间来到，好快哦，2:32，很好。我这1个小时就差不多要准备收尾了，哦，好紧张哦。情思伊拉塞就是成为大主播了吗？有吗？有吗？我觉得我们家的面线比较大。好，没事，当我没讲。我是在夸奖我们家面线哦，好不好？谢谢你。总之，待会我们4点是我们原创曲首播啊，好紧张哦。等一下，我回个工作讯息哦，等我一下。布拉布拉布拉，布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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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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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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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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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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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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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等我一下哦。布拉布拉布拉 ，OK。好。布拉布拉，猪猪的英文超赞的，我觉得我被臭了，我觉得我被臭，但我没有证据。每次跳这首歌想到好多屁股，好多屁股都是彩彩，它都松掉了，好不好？啊，布拉布拉布拉，哦，我肚子好饿哦，因为今天特别紧张，然后就不自觉的一直唱，然后就肚子好饿，我肚子好饿。那首英文练得很辛苦哎，哦，好像是哦，可是就那一点点英文，你看我英文烂成这样子，怎么不记得今天要这一堆的单词？这我也不好说。就今天大家都想跟你下去啊，谁半夜在那边布拉布拉布拉，半夜不睡觉在讲霸王祖贤，你们如果听得懂的话，应该是在同一条船上的那个，应该是对，应该我们都是在同一条船上，很喜欢那个年代的香港电影哈。布拉布拉布拉，你没有松掉吗，彩彩？OK， 好，伊拉塞，欢迎大家。好，我今天现在这样子，我已经唱几首去了，哇，我数不出来。我刚刚就一股脑的一直唱，全都是泡沫，你会不会倒酒？相爱的寂寞，难道就不寂寞？三花聚顶，吃的三哥很懂哦，很懂哦，讲到港片真的是叽里嘎奈呢，想了一下才注意到歌词。泡沫啊，超级好听的，我们就来泡沫一下吧。好，可以再接一位，好骚哦！要不要这么骚啊，彩彩？奇怪，彩彩刚来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坏属性，他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骚？好骚哦！然后骚，他一开始就是这么骚吗？只是我没发现到，是不是？哎，阿医师，不好意思，你老公指定要你下去啊？阿医师，你帮我检查一下，他有没有在下面乱玩那个玩具哦，好不好？好不好？我们要注意卫生哦，知道吗？好，哪有跟我学坏？只是换了一个方式皮，比较骚的皮。好，这样子一个皮法，我真的倍感欣慰，好不好？好，谢谢你们愿意为了本频道调整，你们真的都是我的超，真的都是我的骄傲，全部都很会倒酒，都不会是泡沫，好不好？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炸化我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就像异伤的心不胜折磨，也不是谁的错，谎言再多，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蒸化过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爱本是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再美的花朵盛开过就掉落，再亮眼的星一闪过就坠落，爱本是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有什么难过？有什么难过？为什么难过？全都是泡沫，你会不会倒酒？你所有承诺全都都太脆弱，而你的轮廓怪我没有看破，才如此难过。相爱的把握，要如何再搜索？相拥着寂寞，难道就不寂寞？爱本是泡沫，怪我没有看破，才如此难过。在雨下的泡沫，一触就破，当初炙热的心早已沉默。说什么你爱我，如果骗我，我宁愿
你会不会倒酒？你会不会倒酒？哎，面不改色，对，就是一定要这样子。哎，就像你各位面不改色讲干话一样，不是吗？每个都最爱让面不改色讲干话。哦，邓紫棋的《泡沫》非常好听，也是非常难唱的一首歌哈。我记得我去年有去上过10堂的歌唱班嘛，然后我基本上就观众都知道，就是老师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那个考试歌曲，然后《泡沫》是这10堂课里面的其中一首，对，然后这也是唯一一首一次过的歌曲。老师就直接说：“哦，你唱邓紫棋的歌真的蛮适合的，因为你那个鼻腔共鸣这么发达，你可以常唱她的歌。”这样，我听到不知道该哭还该笑。邓紫棋的鼻腔也真的是很厉害。对，你刚刚怎么进小黑屋了？我不知道。迪卡瓦格拉奈，迪卡瓦格拉奈。抖纯音唱《写信爱情故事》，对，超级斯巴达的。老师给我的课程真的还蛮斯巴达的。读完整首《写信爱情故事》，超级斯巴达的。但是也感谢老师的疼爱，好啦，稍微有学到一些基本功的东西。因为很会倒酒，哎，对，因为我很会倒酒，所以我泡沫一次过，好不好？什么啦？我觉得缺德的三哥，不错，也很会讲干话。对，这是称赞啦，对，这是称赞，对，鼻腔共鸣嘛，对不对？对，老师，我被倒酒。那时候听到觉得也蛮开心的，因为子琪的歌难唱啊，然后又好听啊。我们香港阿奇的歌哈，对啊，所以就突然有信心了，对，就对于就是唱香港阿奇的歌就有信心了，谢谢老师。桃花诺，初见落缱绻誓言，风吹云舒卷，岁月间，问今夕又何年？心有惜但愿，执念仍会过今年。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念木，一回一树一滩土，情始终爱偏开在迷途。望前路，望旧路，望希望你我最初，花瓣般留在爱你的路。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念木，一花一树一滩土，情始终爱偏开在迷途。望前路，望旧路，
忘形忘你忘最初，花瓣般留在爱你的路，前程赴约来时路，一念桃花映国土，那一年记着时光在重复，听雨疏望天哭，人间渺渺情难诉，回忆淡淡留在爱你的路。好，子琪的桃花诺。OK， 好，稍微再休息一下下。老师第一次碰到你，就觉得猪猪的鼻腔特别厉害吗？他说，因为对还蛮发达的。他说这是我唱歌的习惯啊，所以他就是一直雕我其他地方的共鸣点，像我胸腔就被他雕到爆，我的头腔跟鼻腔还好，反而是胸腔跟混声区被雕到一个不行。对，还好有雕，这真的要雕，不雕的话根本不晓得要怎么去改一些可能，例如有流行乐的唱法，还蛮吃胸腔跟混声区的。所以你把你的共鸣点往下移一点的那个唱法，我那时候就不太会。对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觉得10堂课学到很多东西耶。就有时间的话，希望可以再回去稍微再进修一下。对，但是我下半年太忙了，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时间去进修啊。对啊，谢谢帕奇帕奇，谢谢。来自子琪的《桃花诺》很好听。好，喝个水。好，紧接着我们来，我很像只剩下最后。如果我们真的要唱到3点45分的话，最后1个小时唱歌哎，好来，好紧张哦。其实也不用紧张啦，因为唱歌的也不是我嘛，对不对？但是就觉得嘛是会紧张呢，哎呀，嘛是会紧张。好来，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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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对，还有1个小时。好，我们来唱。唱歌是曾经的猪猪吗？是比较紧张吗？我还是会紧张呢。我来唱一首很怀念的歌，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唱好。我很喜欢这首歌哎，阿咪的《星辰泽林》很有历史性的一首歌了。不过小时候听到就爱到不行啊，那就咬着你的手嘛。阿印师厨师的手是非常重要的，不要紧张，这样锅子会很难洗啊。用力刷才会粘锅吗？不要吃兔兔，才没有吃任何的兔兔，才没有吃任何的兔兔。好，星辰泽林。手也快废了。咬你的手的不是我，是那颗彩彩，好不好？是那颗不喜欢芋头的彩彩。对，量词是颗，知道吗？是那一颗彩彩。
是你的私事，你的决定，用不着聪明，心诚则灵，不需要在意谁的反应，无论当时多清醒，又有谁能完全确定人人都高兴，爱会很公平。歌也许会永远动听，人只怕生寂寥声音。我总是羡慕你有本领，追求你要的感情，虽然结局不一定，不知世事怎么行。让人多明白，用尽整个心对待，总还是有在。流水着明白，尽管再费心安排，也不一定精彩。声音告诉我你有什么本领，追求你要的感情，虽然结局不一定，你说的我都想听。让人不明白，用尽整个心对待，总还是要在。爱流逝着明白，尽管再费心安排，也不等一下，也不一定精彩。何必太明白，你那么用心对待，就是昨夜精彩。爱何必太明白，你那么细心安排，谁有人心责怪？是你的私事，你的决定，用不着聪明，心诚则灵。好，心诚则灵。好，喝个水水。我每次看到《心诚则灵》这首歌，就会想到一个颜色，红红的。我记得很像阿妹，不知道在这张 MV 的背景红红的，还是说她那张专辑的
封面红红的，然后就想到红红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要去翻一下。谢谢大家，肚子饿了，我们来唱个晚餐歌吧。哦，我这样有点大声。君を流すから、だから一緒にはいれないな。君を流すから早く忘れてほしいんだ。人間だからね、たまには違うものも食べたいね。君を流すから、そう君を流すから。でもあっちでな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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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よね。会いたくなんだよね。君が会いたくなんだよね。なんでかってだね。だいたい曖昧なんだよね。愛の存在証明なんで。君が教えてくれないか。何十回の夜を少しさで得られるような愛してるを並べてみて。何十回の夜を少しさで得られるような最高のフルコースをちょうだい。君を流すからきっと一生に見たよね。君を流すから胸がとても痛くなった。人間だからね、たまには分かり合えなくなって。君を流すからまだ君を流すから。でも自信がないないないだよね。変わりたくないないないだよね。君が会いたくなんだよね。なんでかってだね。だいたい曖昧だったよね。愛の存在証明なんで。君がそこにいるのにね。なんだかいの夜を少しさで得られるような愛してるを並べてみて。なんだかいの夜を少しさで得られるような最高のフルコースをちょうだい。離れないってそばにいてくれたのは結局君一人だったよね。涙のスパイスは君の胸に残ってしまうだろうけど。何千回の夜を少しさで得られるような愛してるを並べるから。何千回の夜を少しさで得られるような最高のフルコースを。何万回の夜を少しさで忘れるような愛してるを並べるから。何万回の夜を少しさで忘れるような最高のフルコースをちょうだい。ラ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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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上卡，谢谢大家的晚餐歌。我们家晚餐的确真的在吃蛮早的，有时候4点或4点半就吃了，真的。谢谢大家。猪猪忘记领包裹，昨天才看到简讯，还在吗？你的包裹还在吗？有被退回去了吗？如果还没被退回去，快点去领哦，仔仔。彩彩的那个封城未登记啦，前2天才在帮他出货。先不要洗车啊，有一堆20公斤的邮件箱，我下雨会死掉。好，雅晨没事的，加油，雅晨加油。好听吗？谢谢。4点不是下午茶吗？不是，对我们家而言可以吃晚餐的时间。对，我们家其实晚餐吃很早，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吃久一点啊。我这个吃货可以吃到5、6点，好爽。
晚餐吃早早睡，对，就是因为这样，因为我的作息就是太正常，那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早吃，然后真的就是早早睡啊，基本上完全 OK 啊，不吃宵夜，对，谢谢，好听。我刚刚有想到谢谢赛，大家觉得好像怪怪的，好，谢谢赛先生，好，台北、新北、桃园，小心大雨哦，好 ，OK， 全台啦，全台基本上这2天都大雨吼。对流旺盛，大家注意安全哦。好，时间来到了3点01分。对啊，4点是晚餐啊，对不对？像如果是做一些餐厅的一些生意的话，或者是本身喜中破塞，3、4档的时阵的差不多爱来传了呢。差不多3、4点的时候就爱传晚餐的一些料，对，因为有些客人真的是吃得很早，是不是？是不是？好，来。我们今天来好这首歌吧。二姐，我们吃完晚餐来拔杯会有点奇怪。吃完晚餐来拔杯一个哈。二姐的宝贝，我好喜欢这首歌哦。当我清风一直吹，心思要问要详细。有时闷闷想几暝，等无月光入来坐，双亲头鬃渐白，真爱啥人会滋味，无讲出来迄句话。只有半杯问天地，问世间冷暖怎轮回？需要前途应该行起地，希望一切就会当顺时，大大细细平安快乐过。为何情义真心无地做？虽然照关是孤单一个，并无放弃有情人来陪。心头鬃渐白，真爱啥人会滋味？无讲出来迄句话，只有半杯问天地，问世间冷暖怎轮回？前途应该行起地，希望一切就会当顺时，大大细细平安快乐过。无缘分到底欠偌多？为何情义真心无地做？虽然照关是孤单一
个，并无放弃，有情人来陪。点点无声透咧咧，看着温暖的土地。情深最后跋一杯，问天替咱保庇一个家。情深最后跋一杯，望天替咱保庇一个家。差点以为二姐封麦来开台当咪，是不是？单身戏，刚下列鹅了，感谢艺人哦，谢谢你的称赞。其实我头一句，因为在看聊天室，有一句话很好笑，然后就是所以有一些字没有咬清楚。你是吃完饱不会拜拜，然后问有没有吃饱，那是怎样？我刚刚的那个晚餐是你们是我在吃你们的贡品，你们在拜天蓬元帅是吗？我就是吃的那个嘛，然后吃完之后你们还要宝贝问我说喜不喜欢，有没有吃饱？是这样，你们在拜天蓬元帅是吗？我就看到这句话，然后刚刚就回来聊天，回来就是看完聊天室回来看一下那个字幕就完全嘴撇掉这样。好，谢谢，谢谢，有吃饱？不，我没吃饱，我肚子很饿，我没有吃饱。原来是这样的剧情吗？拜天蓬元帅，感谢降落吗？哇，谢谢你们的降落啊！桂花，伊拉塞，谢谢你的降落！天哪，我们欢迎桂花，谢谢你，是桂花带领着他的好伙伴降落了吗？谢谢，感谢降落，我看一下，剑。然后桂花，然后吉君，然后应该心有摩擦，然后明月SIN， 然后487小雨，然后阿 K， 然后抹茶，然后 Max， 然后小乌龟素吗？是素吗？はじめまして，信赖伊拉是信乙不是信赖，对不起我想说是桂花吗？是Yuzuki家，我想说是桂花吗？Yuzuki家，谢谢你的降落，我欢迎光辉计划的Yuzuki家，不好意思，然后谢谢这位是旭吗？然后谢谢你们的降落，感谢Yuzuki家，我想说奇怪，我怎么不晓得有位桂花，有位桂花时光机，你那个鸡看起来很好吃Yuzuki酱，谢谢，有看到我是Yuzuki酱没错，谢谢Yuzuki酱带领他的好伙伴降落了，谢谢你们我想说这位桂花，我怎么不晓得有位 V 叫桂花？对，谢谢你们，欢迎降落好，阿克有刚有看到，阿里嘎多，谢谢你们，猪猪今天在唱一些歌缓和自己紧张的情绪，明明等一下原创曲不是我要唱，可是又妈呀，超紧张！谢谢，在自己的名字放观众2个字好了，没有关系。还是说桂花你常常被误认成某个 B 是不是？哪有？我们Yuzuki酱常常过来，我都知道好不好？不然他怎么可能会有我家的版手手，对不对？是不是？不会显示降落真的比全白还困扰，对，因为现在完全不会显示降落，所以每次就是降落都要问一下不好意思，请问是哪位大德，哪位施主降落？谢谢你这样子恭喜桂花出道。我想说，是一位叫做桂花的 V 吗？原地降落，原地出道，超级喜欢迪卡唱歌的嘛，谢谢你Yuzuki酱，ありがとう。谢谢你们，我们刚好就是唱到了张惠二姐的部分，来，我们再用张惠二姐的歌熏陶一下大家吧。切到台语的歌单，张惠二姐的歌都超赞呐。为什
么连小雨都知道金明干莲蓬？哎，小雨，你应该是我们的新观众吧？对你怎么会？对我们这边刷的应该是金明干莲哦。好，那个什么什么金明干莲蓬啊，那个什么，对，那个都是异教徒，那个都是异教徒。有吗？有自己江常常过来，对啊，异教徒们，不准给我乱刷，异教徒们。来，刚刚唱的是二姐的宝贝。刷到来，花拿日记送给大家。哦，那之前来过的小雨，应该就是那个小雨。小雨，你把那个金明干莲蓬收掉，来，你重新洗牌，金明干莲就好，知道吗？什么金毛干莲？金明干莲，知道吗？花若日记虽然去，搁开紧无共时，叶若落倒随黄去，果花已经无共味，恨你不知阮心意，为着心因等春天，愿青春空枉费，白白苦守变孤寂。红花无香味，红花也无红样时，只见大家双头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魂飘到予你。世间冷暖，情为贵，寒冬也会变春天。恨你不知阮心意，为着心因等春天，愿青春空枉费，白白苦守变孤寂。红花无香味，红花也无红样时，只见大家双头天。望你知影，阮心意，愿将魂飘到予你。世间冷暖，情为贵，
等我一下。没事，没事，我在确认一个很可爱的讯息。怎么啦？我就回复一下讯息嘛。对啊，嘟啦，怎样？怎样？气死我了！没有，我回复一个超级可爱的讯息。我等下之后再跟大家讲我在回什么。怎样？我上你们在聊天室没有那个嘟的贴图啊？你们没有啊？怎样？你们就只能在 DC 啊？你们就只能在 DC 刷，对不对？龟缸黑个来嘟，然后猪猪想嘟还差点失败。长官，你为什么知道啊？奇怪，我觉得我的一言一行，观众完完全全，无所遁形怎么会这样子？我的一言一行，为什么你们都这么了解？怎么可以闹猪猪？你们真是全部都是坏爸爸，全部都是坏爸爸，全部，坏死了，臭爸爸！哪里神々に鐘を鳴らせたこの通り、これは9歳のネクイエル。坏爸爸们，せーの、ざわざわ逮捕、口で出た。1、2、3、4、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なさいが聞こえない。粛清のデカミネクイエル。将来はお前なんかに好かれたくない。泥水で口を洗え、放っててあおね。さあおまわりさん連れて行って、もうそうしか取り柄のないかわいそうな日。ウィちゃん待ってよ、ウィちゃん、その姿親に見せられますか？ウィちゃんかわいいよ。わあ、ありがとう、お疲れ様です。ノリノリカミコリスキュン、立ち上がやつらに用心キュン。まともじゃないなら早く消えてください。ノリカミコリスキュン、鐘を鳴らせばこの通り、とても優しくて素敵なお兄ちゃん。楽園でほらねんねしな。ほら、世の中にはこんなに気持ち悪い人がはびこんでいるんです。みんな晒してあげますよ。こっちを見て、さわちゃら逮捕、口で出た。1、2、3、4、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なさいが聞こえない。粛清のデカミネクイエル。はい、こっちにいるみなちゃん、刑務所本音の時間です。この世界切った耳をコリコリカットしてよーくってくださいね。ザッコ、キモキモ、うるさい。黙ってもらっていいですか？嫌いです。かわいそう、ダサ、弱、みっともな、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お兄ちゃん、お姉ちゃん、もう希望もないゴミだおめえら。動物消毒110番、こういう結界発動、粛清デカビーム。もう一丁デカビーム。まだまだデカビーム。血のある降り注いだ日、ほのかなロリコンを褒め寄せ、だけどちょっと一つがいはそれがデカミームなるである。以下は全てを許します。この世の醜さを集めて描いてみるよ。真っ白なキャンパス、汚れて泣いている乗り向いたの少女はそっと手をつかむ。楽園などないから。大きなお友達のみんなへ、
気持ち悪い。おめえら本当に気持ち悪い。臭爸爸们本当に気持ち悪い。粛清のりかみレグイエムでした。刚好忙完，听完整个人都没了吗？这首歌每次一出来就可以完全透析你各位的性癖。有些是啊，迪卡御姐声不见了；有一些是哦，再给我多来一点这样，就大概知道说哦，你们到底是萝莉控还是御姐控哈？还可以骂一次吗？对，无限骂，无限上纲，无限上纲的骂倒就是下去就对了。好，赛先生没了吗？啊，5500啊，迪卡逼了。哦，开头感觉唱成演歌的萝莉声，是没有错。齐海泰伊拉塞，伊拉塞的门有声音等你一下吗？你因为 FBI 小心哈，你可能被抓走，好不好？都可以吗？所以你们是萝莉御姐混杂都可以，是不是？你们到底要哪一个？小朋友才做选择，你不是两个都要是吗？一滴两空，好喂，居然是一滴两空是吗？好啦，一滴两空，谢谢刚刚 Yuzuki 酱就这样了。我们紧接着其实待会在大概3点45分到50分这段时间，我们就会结束这次的歌会，然后马上要降落到我们的原创曲的待机室。对，就是从3月开始筹备到现在。感谢特别降落的大家，或者是现在留在这边期待我们一起过去首播待机室的大家，啾啾的原创曲待会4点准时降落过去哦。爸爸有点怪吗？是怪叔叔们吗？我是刚好在爸爸节的时候把这一首歌开出来，那天还是未完成型啊。那天只是想说开出来可以跟大家闹一下，对，然后效果还不错。萝莉一直都有吗？赚烂。好，臭爸爸们，好啦，不管你们不臭，你们留在这边听歌的都不臭，好不好？都很香，好吗？好，我喝个水。有没有听到？呛到！对不起，我被水呛到，被水呛到了，然后完蛋了！有时候咳嗽过度会没有办法唱歌。哎呦，被水呛到了，然后一度咳出腹肌。我就知道，我刚好在讲说你有没有听到，然后下一秒我就被呛到了。什么烟抽太多啦，我这边禁烟好不好？最讨厌烟味了，不喜欢烟味，不准抽烟。臭爸爸们不准抽烟，知道吗？没事哦，呛这个还蛮大力的。喝完大了，有时候大力咳嗽之后会没有办法唱歌。这样一咳真的很有那怎么样病人的感觉，一整个觉得我是刚从医院出来吧，还顶烟斗，实在是太坏了，我要泼水把那个熄灭掉。好，有，我有看到人夫展现出就是不是欺负猪猪的那一面了。通常都欺负好欺负满耶，这个时候的人夫就不是说多喝温开水，就不是了，不愧是人夫。慌张，好，不用慌张，没事。好了啦，我们先去休息。没有，没事啊。还 OK。今天他辛苦了吗？没事啦，就被呛到。这就告诉我们喝水不要顾着讲话，太调皮了。下次没了。早知道不要讲，那就不要唱了。咱们可以杂聊到降落吗？
啊，可是不唱歌我好紧张哦。不唱歌我好紧张。好，我再多喝一些水，暖一暖。这个水太坏了，你们这样会让我想到，就是今天有那种很疼孙子的那个阿公阿嬷嘛之类的，然后家己的公孙啊，可能就是不小心跌倒了，还是食饭去撿掉有无？啊，就讲这个饭坏坏，还是这个地板坏坏？你们像是阿公阿嬷上身呢。好，先缓一缓，不要说话。好。那就不要緊張あー、それが無理だよ。やっぱり緊張してる。果然还是会紧张呢。好啦，不过我先缓一下。我妈呀，呛的真的是好大力哦，呛的超大力的。闪客水龟缸哎，这个最佳是龟缸哎。闪哥啊，可是你又出现了是吗？刚刚一直在挂台是不是？还没50分，还没到紧张区。有紧张区是从45分开始。好，紧张区。有，还好，还好的，没问题。我们亏损杂谈。好啦，没事，就唱一下而已，应该是还可以唱。好的。不行，我要继续再唱一些，再让我唱一下嘛，好不好？长这么大喝水还会呛到，嗨！不是啊，如果是以前那种3、4岁的小朋友，不是都会说什么地板坏坏，然后还打地板嘛，对不对？好，喝个水。雅晨说：“你先不要唱了。”哇，我看到雅晨霸总的气息了，有出来了。这么一唱可以看到你各位不一样的面相嘿，有的是坏到不行，然后突然就是露出了关心的神情；有的是平常很瘦，但突然就变总攻了。怎么会这样子？我觉得我这一唱还挺有趣的。我发现你们的留言突然就是，你们的人格，你们的那个人格不见了，换成另外一个人格了。先缓缓没关系吗？新手2，好，休息一下。好，汉格老师还在挂台，自己倒是无论如何都老好人就是了吗？不要唱了，我们来去吃麻辣。就这个就很想300，就这个超想300的。彩彩，你是觉得你今天还不够松是不是？你是想再被谁弄松一下？你自己说。超坏的。好啦，应该是比较没事了。不然这样好了，我再唱一首之后，真的不行，我们就真的鬼转杂谈嘛。主厨是不是想要多唱到几下？我没有，但是好想多呛你们几下，但是就不会呛人的。你竟然还没跟长官他说想跟你下去，才真的超痞的。好浪哦！好，你下去，你自己下去，你自己下去。好啦，我这一首唱完，如果觉得不行的话，就来改杂谈吧。如果你们喜欢冲绳民谣的话，我们在8月22号处暑的节气就会开冲绳民谣歌会咯，欢迎大家来听哦。古いアルバムめくりありがとうってつぶやいたいつも胸の中励ましてくれる人よあれ渡る日も雨の日も浮かぶ
一番星に祈るそれが私の癖になり夕暮れに見上げる空心いっぱいあなた探す悲しみにも喜びにも思うあの笑顔あなたの場所から私が見えたらきっといつか会えると信じ生きてゆく。是的，拿到手这首歌是冲绳民谣。晴れ渡る日は雨の日も浮かぶあの笑顔思い出遠く焦っても寂しくて恋しくて君への想いなったそうそう会いたくて会いたくて君への想いなったそうそう谢谢大家，感谢感谢。哎，是乐乐耶，乐乐伊拉塞，我们欢迎乐乐。Hello Hello， 哇，好开心，今天看到好多好多的朋友，还有骚球赶上了，忙完了，我没得国在吗子？社长弯弯吗？哎，我是直的，我是直的，不用担心。弯的是那个刚刚自己下去的彩彩。你如果很想念彩彩，你可以下去，或者是等他上来，好不好？乐乐伊来赛，我谢谢热热哦，好开心！我今天看到好多好多好朋友，谢谢你们。对，可以先在这边集合，定点集合之后，不嫌弃的话，在这边定点集合，待会猪猪会带领大家过去我们原创曲的首播待机室，对，会在4点之前抵达，好不好？对，跟大家一起倒数，我好紧张，是他的状态很像还算可以唱啦，但是就是唱一些自己的舒适区的歌，唱一些舒适区的歌就比较 OK。为什么彩彩已经回来了？通常彩彩看到飞机就自己上去，对，他上来了。谢谢乐乐啊，芝芝也来了，好开心！芝芝阿里嘎多，谢谢你们，好听好听吗？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我这次其实就也真的是很大规模的，就是把之前有可能有机会有缘分一起活动，或者是透过什么样的联动接触到的 V 鹏鹏，然后就是广发邀请这样子，对，然后我超级感谢，就是大家收到邀请都很热情的，好没有问题，什么时候，或者说我帮你转发，我帮你转给同乡的人什么之类的哦，我真的是超级感动的，这个真的是我第一次真的大规模的广发邀请，对，所以就谢谢啦，好多的感动，真的谢谢你们，都是老公让我这么骚。彩彩，你再下去一次好不好？你再下去一次好不好？对，所以其实我这次发出的太多了，所以
到底是这个发过了没，或哪一个没发，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去算。对，但是基本上大家愿意分享、愿意过来的都挂在心上，真的谢谢你们啊，太感谢了。我们时间是38分，好啦，我们再来挑，真的是最后一首歌。老婆，你忍心吗？这里没有你的老婆，只有你的老公啊。老公们当然是忍心啊，说啥呢？怎么会问我呢？这个小傻瓜，你这个小傻瓜，问就是大家都忍心啊。直接把你掰晕的不是我，是别人。好，彩先下去。好来，满清规律祖庙边仔哦。下晡一个人踮厝内洗把雨阿当偷我的衫，外口的人也袂转来，戆戆咧等，戆戆也一支雨伞。好吧，太难唱了。满清规律祖庙边仔，现在有办法唱吗？为你规那摆款袂去，全世界找袂着你的形影，凡世的人会当甲你放煞，其实路命我哪会拢无要无紧。这首歌好啦，最后就用满清回律祖庙悲哀来结束这一回合。好，我们来万千花蕊慈母悲哀。这首歌是魔王歌，我唱了这么多次，我没有一次唱好它的。我顶这等待拍无去的人，听厝内的声，声声伫咧喊我洗来洗去，思念火烧房间，袂开的花无要转来的人，美丽的你，也想着你去当时也款你的记忆，路边的话，我计路雨纷飞。时代咧变，我孤单我一个人，嘛听不捌，想来啥物拢无，只剩我的风里的爱。有花有目的人，煞会路不明。藏伫我的心内，行你的白白，行你要行的路，风吹来过，路途中一阵求祈求，南无观世音菩萨那尊公，你选着一寸美玉，你敢会看？我山路来去头前，绝歹行的路，梦中的我，看你头头。我捡起的爱，甲你捡起的心，
勉强还可以啦。好啦，真的休息了，休息了。好，来，好，谢谢大家。好，我要放着大家去摘花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聊一下下，我们就准备要真的要去我们原创曲的待机室哦，马上回来。好，我回来了。讲讲，我把麦克风关掉了。啊，好，时间来到了46分了，耶！谢谢你们。我先来设定一下，等一下我们要降落过去的首播待机室了。哇，好开心，好开心，真的迎来了这一天了。确认一下，应该是这个吧？把降落错地方，这样就好笑了。我确认一下哦。没有，我没有要再唱一次。它降落错地方就好笑哦。等一下哦，是这个，是这个。是的，是这个，绝对是这个。哇，谢谢，我已经有看到一些 V 鹏鹏已经在等待了。啊，好开心，好开心。好，我快点先设定好，不要自己没设定好，然后砰掉了这样。就是这样子的砰，也只能是哪一天砰到自己毕业了。开分页先过去也可以。好 ，OK， 好，我应该是设定好了。如果待会还是没有办法带领大家过去，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就是 YT 要我砰，我不能不砰。但是该设定的都设定好了。然后置顶连结的部分是待会万一真的是坠机了，或者是大家被甩出去了，欢迎自己爬过去。降落错地方绝对可以报名翻车。然后这意外的有效果，是不是？对啊，重头戏差不多要来了。我们大概我是觉得稍微再聊一下下，大概55分56分就差不多要降落过去了。对，我甘愿休息了，谢谢。我今天看到雅晨的霸总信，对，你不再是瘦了，雅晨，你不再是瘦了好吗？这样多写一份计划。等一下我
翻车我怎么记得好像不用，还是要我忘了。我报名太多奖项了，我真的一整个7、8月弄死我自己。对，不过就是真的很推荐大家报起来，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圈子，大家其实珍惜可以参加的任何活动吧，我是这么觉得啦。因为办活动真的很辛苦，对啊，越来越刺激了，究竟会不会报？我都已经设定好接力的待机室，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那就真的天要我捧，我能不捧吗？我能不捧吗？好啦，真的很谢谢大家。今年度我在应该说从去年入围金币之后，我就很确定原创这条路一定要走。那虽然说在 B 圈可能推广一些台湾原创或者是很本土的东西，稍微有一些困难的地方，但是我认为这个也还是非推不可。对，然后今年也非常非常的想要做一支台语原创曲作为我的首支原创曲，所以从3月开始就寻找就是原创曲的伙伴吗？然后我是觉得运气真的很好，可以遇到很好的团队跟老师，然后3月开始接洽老师，一路到今天真的要首播了。对，就是中间其实基本上没有生气或难过的，都是很好笑，或者是一些很有趣的过程，就很想跟大家分享。然后即使你们可能猜到我在干嘛什么的，就是要看破不说破齁，你们真的你们就是这点很暖，你知道吗？很爱欺负我，可是基本上都是看破不说破，你知道。你好你好，欢迎大家，我们待会大概55分或者56分差不多就要带大家降落过去我们首发的原创曲齁。对对，出事了，甩给 YT。对，然后只能说台语的原创曲真的不容易，对，因为有些发音跟咬字可能没有办法像国语一样就唱过去，然后就 OK 了。台语有些咬字，就连我自己常唱台语歌，我也必须要再多方去询问台语专家老师们，所以我们来回这样子校稿，真的像大布老师或者是我们的团队，真的也是很辛苦，在帮我来回校稿这样。对，所以这也算是有稍微拖到了一些时间，但其实时间一直而言都是很充裕的啦齁。对啊，然后就是各方面就觉得好新奇哦，原来原创曲是这样子玩的啊，原来老师那边真的是很专业的一些，反正任何的一些程序，感觉老师就很像在走厨房一样。老师你来了。对啊，就是我觉得但是就好，我们就这些东西我们就留到礼拜5，我们这次原创曲的伙伴们的访谈，对，所以留到那个时候再跟大家一一的爆料出来，这样很好玩。像是挑战客语吗？哇，汉格老师客语我可能比较没办法，因为我出生是闽南语家庭、台语家庭，从小就是听纳卡西还有卡拉 OK 伴奏长大，所以我可能对客语比较不熟悉，但是客语也是很赞。我觉得任何的语言都是很美丽的，对对对，所以就很可惜我身边就没有任何的客家血统，真的完全没有对啊，总之首支原创曲《卡加主机》，待会就要带领大家到直播间一起看首播了。不生气的话，如果你们喜欢这次的原创曲，或者在听的过程中有被感动到，请务必彩绘聊天室或者是加入会员，让猪猪知道我还可以继续努力下去。做原创曲真的不容易呢。我变成猪肝了，干了，被榨干了，但是我的心非常的踏实，暖暖的。我是暖暖的猪肝，好不好？对，猪肉干，我已经是非常温暖的猪肉干了。完全干了，对，但是我的心很踏实。干掉的东西呢，待会就会降落过去呈现给大家咯，好不好？然后也欢迎大家，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聊天室彩绘起来，支持起来，让大家知道我们这次首支的台语原创曲，让更多人可以听到，好不好？谢谢大家。1/4客家人是不是？其实观众里面的客家人还蛮多的，原住民也很多啊。语言都是美丽的，没有错。好啦，好啦。
Hola 很像，Hola 是什么？Hola 是哪一个语言？我有点忘记了。你们也在跟着紧张了吗？Kiki 来了 ，Kiki， 我刚刚一度找不到 Kiki 出现了。Kiki， 我取回我的扳手权了。我刚刚因为烹掉，我刚刚烹掉哦，找不到我的扳手，赶快吃豆豆补一补。有没有讲1/2客家人是不是？好，就爸爸妈妈其中一个是客家人，好，语言无国界啊，对，就是来，差不多了。好，欧啦，协同输了是吗？好啦 ，OK， 那任何的语言其实都是美丽的，很开心我的第一支原创曲，可以用这个也是非常美丽的台语完成我的算是里程碑之一吗？谢谢大家，我们先带大家逛一下高雄吼。来，这个是猪猪的故乡，我是高雄啦。我们现在经过的是左营区龙湖塔，逛一轮高雄，差不多要降落过去喽。紧接着是高雄大佛，高雄大佛有2尊哦，有2尊，好像他们的那个手势也不太一样。久久的欧啦，我知道。对啊，真的准备要降落了。紧接着是。不是85度 C 的85大楼，对，我之前嘴瓢说成85度 C， 然后就被抽到现在哈。阿吹拉塞，然后紧接着是大屁股，对我们博尔最著名的大屁股装置艺术哈，大家有去过博尔，应该对这个大屁股非常有印象。そうだよ、ワクワクしてる、めちゃくちゃワクワクしてるよ。接下来是我们米山猴柴山，不是米山，对不起，我好紧张，寿山。柴山的猴子会抢食观光客的食物，大家要注意哦。好了，带领大家逛完高雄，我们真的马上都走了，行きましょう。オリジナル曲，行きましょう。好，我们在那边集合吧。即将降落到猪猪原创曲首播待机室。如果待会您被甩出机身，或者是没有成功降落过去，欢迎到置顶连结的连结点下去，马上就会到待机室现场了，好不好？好，我们待机室现场见喽，大家拜拜，拜拜。